恭守上帝的话，咱要来讲读圣经诗篇47篇第1到第9节，请。恁圣百姓啊，恁拢着打手，着用得胜的声大声学老上帝，因为耶和华至悬的、通行的，伊是大君王管理全地，伊要互万百姓降服伫伊阮的下面，也要互列邦伫阮的骹下。伊甲阮敬阮的宣业，就是伊所听的雅各的荣光。上帝上去，有话的声对伊；耶和华上去，有号头的声对伊。恁着唱歌学老上帝，着唱歌学老，唱歌学老咱的王。着唱歌学老，因为上帝是全地的王，着用智慧唱歌学老伊。上帝做王治理万国，上帝坐伫以圣的宝座，列邦的贵族自己做阿伯拉罕上帝的百姓，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伫上帝，伊是极端。下面曾牧师要为咱讲道的题目是“互人安居乐业的君王”。现在大家平安，愿上帝平安常常甲恁三脚伫地，咱三同心来祈祷。主，阮的上帝，阮只是安静阮的心来到你的面前，我下一摆要对你的话，伫遮三脚实。主，阮的话，阮伫阮的生命中生活来，得到最大的帮助，得到最大的鼓励，得到最大的信，特别甲你来建立更加亲密的关系。主，阮伫遮要三脚实，阮的心啊，充满伫阮，帮助伫阮，坚固伫阮。要对你的话合适大声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大家大平安。咱即礼拜的新眼光读经本对4月其实咱对即期的迄个新眼光对4月到4月16日到5月16日，用整个的1个月30天的时间，要带领咱大家来读30篇的诗篇，对42篇到72篇。咱知影诗篇是全本。圣经全本圣经中，特别伫新旧约圣经中，篇幅上长的一篇的诗篇的圣经伊拢总有150篇。诗篇伊即个希伯来文的意思讲提弗林的意思是讲俄罗的诗，是用伫圣经中的俄罗祈祷，伫遐来发出。内心的懊恼、感谢、祈求、甲讨愧，伫遮上帝来透露伊的心声，伫遮甲上帝来沟通，伫遮甲上帝来敬拜。诗篇的作者当然有真侪位，写作的时间也非常的长。上早会当追溯到摩西的诗，咱会当看诗篇90篇。大概伫主前1450年到1410年所写的，上晚的一位无名的作者，第诗篇137篇。伫修了后，约主前500年的前后，也是更较可能伫修了转去了后，约主前450年的前后所写的。诗篇的收集有真大的篇幅。是即个大鼻王的诗，150篇的中间标明时所写的，就将近有73篇。主耶稣伫教导学生的时，伊也非常重视即个诗篇，所以伫路加福音书24章44节的记载讲，伫以马忤的路上，各
国外的主耶稣甲两个学生同行，伊对因提口讲：记呐，伫摩西的律法，甲遐个先知以及诗篇所记载指我的话，拢的确着应验。可见诗篇中，有真侪篇幅是关系着即个弥赛亚的即个预言。伟大的即个宗教家，即个约翰加利文，伊只称诗篇是啥物？灵魂之什么？这三字啥物？解剖学，你知影啥物叫做解剖学无？咱人若开咱其实咱即摆拢爱开刀对无？最近有几个人开刀，开刀你内在物件啦，有啥无好诶，拢爱开刀摕掉吼。不过咱即摆迄个科技较好吼，即摆拢安尼种撑入去吼，机器就伫遐来处理遮吼，这是较特别诶迄个。搁有诶上诶，微创啦吼，搁即摆真侪是用啥物拍吼，搁即摆咱来讲癌细胞啦，即摆当讲甲你做一滴滴啊，伫迄个所在，袂讲以前安尼做规大片吼，所以这科技的发达是真特别吼。所以加利文称诗篇是灵魂的解剖学。伊讲啊呐，伊讲，什么人袂当对诗篇即物件看到家己的影的吼？确实是安尼，不管是悲伤、痛苦、忧虑、怀疑、毋茫、焦虑，也是困扰咱思想上的问题。你拢会当对诗篇的中间啦，找出了这个回应，圣神啊呐，拢要甲咱显明出来。确实，咱知影每一位诗篇的作者，伊拢经历过生活的艰难甲困顿，生活伫遐冲突甲挣扎，所以会当真实的描写出灵魂内面迄个深沉的情绪甲感动。所以，伫迄种惊吓、无助、软弱无力、走投无路的时，发出对灵魂深沉的喊话。因无其他的路，因只有来到全能的主上帝的面前来呼求怜悯、恩典甲帮助。所以，这是出自伫内在真诚的情感，用清气的良心、诚实无假的祈祷。带出因甲上帝迄种充满着活力，充满着即个能力，会当改变生命的关系。所以有时咱伫遮，伫咧读诗篇的时，都好像听叫什么？伫绝望中的人上帝啊呐，伫遮喊话。搁有时咧，好像听见一群信心的勇士。用掌声伫遐欢呼上帝吟唱感恩的诗歌，毋管是处在的顺境，也是逆境，也是欢喜，也是失志，甚至是绝望，伊拢用即个精神的即个情感，甲上帝来分享伊内心的感受。种啊，拢无保留的分享，touch着每一个伫恶劣环境中间痛苦。挣扎的人的心灵，所以伫遮会当互人得到安慰，也领受到上帝永远的怜悯、慈爱甲赦免，互人真心得到快乐。搁再一摆，若像鹰鸟体息飞悬，对绝望的深渊中间，飞升到喜乐甲懊恼的高峰顶面。兄弟姊妹，如果你若感觉讲家己袂晓祈祷，还是讲咱毋知要怎样祈祷，那呢，你就伫遐来读诗篇，将诗篇的祈祷当作家己的祈祷，将诗篇中的我改变做家己的名。那就诗篇23篇第1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你会当安尼讲，耶和华是我家信的牧者啊。这是伫诗篇中一个真特别，咱会当伫遐用。这种的变换来祈祷，所以当咱用这个真神的心伫遮真神的心灵伫遮来读这个诗篇的时阵，诗篇的作者就会带领咱进入甲上帝更加亲密更加真神的这个关系的中间。
所以咱今日所读的这个新安公的读经本，所读的是诗篇第47篇，兄姊妹，咱知影伫这犹太人的这个传统，里面有3种情景会读到这篇的诗篇，头一项就是什么？就是初角节，就是犹太的新年。第二是迎子约柜的时，第三是以色列王登基的时。今日牧师要针对新安公读经本的主题，互人安居乐业的君王，要来分享这首的诗篇。诗篇47篇，第1节甲第2节，安尼讲：恁众百姓，恁拢着打手，着用得胜的声大声学罗上帝，以耶和华至权的、通惊的，伊是大君王，管理全地。兄姊妹，520，咱知520什么时间无？大家拢真清楚啦吼。总统，台湾的总统要就任吼的日子，迄一天咱会看到呐，无论国内国外，有侪贵宾会去现场参加，更较侪人伫电视的头前。咱即摆咱有手机啊，有时爱看手机啊，来看这个总统就职的盛况，还有各种的表演节目，大家用鼓掌、用喊话、用欢喜快乐的心来庆祝这个新任总统的就任。因为咱拢期待新的总统，真来当带领咱的百姓，赢一个更较水、更较好的未来，互咱生活过得更较好。兄弟姊妹，请问你伫什么时阵用这种激动的这种声音，伫遐大声喊话咧？譬如讲，参加考试，参加比赛，得到冠军，还是讲真好的成绩，相信你一定会兴奋。有时伫安那跳起来大声喊话，譬如讲，咱家己的父母咱做父母的，看到咱家己的囝儿、查某囝伫遐比赛第一名，会讲得到奖，上台伫遐接受表扬的时，有时来真兴奋的伫遐欢喜甲啦，拼命伫遐鼓掌，迄种得胜的感觉，让咱感觉一切的劳汗、劳费，才会辛苦。才会着磨，才会努力委屈，拢是值得的。那呢，请问咱用什么款的心态来看待咱的上帝？摇花做王这件事呢？咱只看去诗人用真兴奋的心情，邀请大家来欢喜庆祝，就用得胜的声。这个圣经的意思，讲代表咱大家呐，伫遐大欢喜。真响亮的声，夸口荣耀上帝，这位得胜的君王。咱3礼拜前，咱教会有庆祝国外节，咱庆祝主耶稣已经打败死亡的关系，带出今生有5万，甲来世永远活的这个喜乐。请问咱对主耶稣的国外，有也是无对这个灵魂内面？然后伫你的灵命内面得到兴奋的，耶稣基督的国话，伫你的生命中有一种兴奋的感觉无？如果若无，咱就要搁转来思考一下，咱的认知是毋是只敢伫这头壳顶面，知影上帝是掌管全地的主、全地的王，总是咱的内面的灵并无认同，无愿意承认这位国外的主。也是掌管咱生命甲人生的王咧，兄弟姊妹，如果咱也真清楚，咱所信的上帝，不但是治理全地的大君王，同时也是掌管咱生命甲人生的王。那呢，咱就会当有更较高业的信心，有更较大的勇气，活伫现今，做家己应该做的代志。无受到环境的搅扰甲迷茫，规个圣经这位确信上帝掌权的这个什么人？但以理，这位信心的伟人但以理，伊原本是犹大国的贵族，可是因为国家腐败，伫少年时就受掠到巴比伦去。
后来就成做什么？亡国奴啊，亡国奴。咱试想看卖啊，这受掠的亡国奴，伊的人生要有啥物款的望咧？总是但以理的信仰，而且可以真正相信，互伊来到巴比伦的，毋是尼布甲尼撒王，是这位创造天地的主，掌管宇宙万物的上帝。所以伊毋知影，上帝为什么互伊啊受掠啊？互伊受掠，互伊的国家灭亡，总是伊深信。既然上帝用阮互遮的代志来发生，必定有水搁好的旨意啊！这是一个真特别的所在，伫遐完全相信上帝有水搁好的旨意。所以伫巴比伦，这个王宫内面认真学习各种的学问，尽心辅助这位王，尽力保守伊家己的信仰。每日3拜上帝来祈祷，对年轻到年老，拢是坚持这种的信仰，这种的习惯到落尾。就是知影伊会对着要利用这种的信仰，对伊家己的信仰，伫遐落陷坑，伊犹原无惊吓，伊犹原无惊吓。所以伊虽然受迄落伫即个西亚窟，伊的信心也无动摇。兄弟姊妹，你的信心有偌大，你的上帝就偌强。但伊无论伫顺境还是逆境，伊拢坚信倚靠上帝。这种的信心，会经历着2个大帝国——巴比伦帝国甲波斯马代帝国7个王，最后被高升真侪最尊贵的人。咱来确信。咱的上帝是世界甲历史的王，也是世界甲历史的主。伊掌管一切，伊也是咱性命甲人生的主。咱的王，这种的认知是非常的重要。虽然有时咱的因为环境还是政权的转移，感觉咱有时无奈无力。如果咱的目睭若只敢看到遮的，当然会感觉无奈甲无力。所以如果咱若看到这一切顶面，还佫有一位什么全能的大君王伫咧掌管，咱会知影眼光若无相共，你的想法都无相共，心态无共，你的感受就无共，回应的行动就会无共。如果咱明白上帝掌管着一切，咱就无虾米通需要伫遮来惊吓、干哪、甲担忧的。咱就会当伫遐欢乐、甲兴奋，拥有真正真实的喜乐。如果咱对上帝认捌若无正确、无够额的认捌，咱就喜乐袂起来，就真多的担忧、惊吓、乱的代志，有时会互咱失去控制，感觉无人会当帮助咱，看不到人生的出路等等。所以，才会互咱伫遐感受累积失望，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毋通将上帝看作细细看细上帝，互迄个困难变大。当咱看见咱的上帝真大真大的时，咱的困难就会变成细，那像尘埃共一样，无啥物会当搅了伫咱。这第2节、第3节，伊要互万百姓降服伫阮的下面，也要互列邦伫阮的骹下。万百姓所指的，就是所有的人也包括咱的对敌。所以咱的上帝叫咱的对敌降服伫咱的下面，因此咱要有一种得胜的眼光，对敌袂当赢过咱。咱爱知影，一定爱真正清楚，对敌袂当赢过咱。
你是要降服伫咱的下面，无因为咱的能力，你是啥物？你是上帝的大权灵。所以当咱的生命有上帝时，一切对敌拢要降服伫咱的下面，就亲像互人迄到即个西亚窟的即个但以理，伫即个西亚窟的中间的但以理，伊伫西亚窟的中间困甲非常安稳，总是迄个拥有即个波斯马代统治权的代理欧王，去规暝拢困袂去。天还袂光，就赶紧走到即个但以理，迄落会西亚窟的中间，伫遐来问讲：你是毋是还阁安然自在咧？你还阁有伫咧无啦？兄姊妹，咱看咱的上帝有偌悬，看家己的身份也有偌悬。如果咱若看上帝真假，咱就会看去家己，爱真假。咱的身份也会感觉真假，爱记哩。咱的上帝是安那至悬的，伊是要叫你放降服伫咱的骹下。咱要看见咱家己被竞选、甲分别做成的，就要看见家己的尊贵的身份。伊有上帝诚做咱的倚靠，诚做咱的帮站，哪有啥物通惊吓的？伊会对敌要降服伫你的骹下。这第3节。第4节，伊甲阮经阮的产业，伊甲阮经阮的产业，就是伊所听的雅各的眼光。这个经的意思是挑选、挑选，决定。兄弟姊妹，上帝知影什么是上适合咱的，伊会为着咱竞选，甲决定上适合伫咱的产业。有真侪时阵，咱会凭咱家己的好歹感觉，做出家己掠做好的选择。所以其实咱拢毋知影，是毋是真正适合咱家己。遇到得袂到的时，咱会伤心失望，是毋是安那？怨妒伫人，是怨妒埋怨上帝。兄弟姊妹，你还阁伫遐咧埋怨上帝嘛？你还伫遐咧受气上帝为什么，互你失去这，互你失去迄咧？有一个姊妹一直无法度对即个失恋的痛苦中间行出来。而且牧师甲伊安慰讲：属伫你的产业，上帝必定要为你安那来陪伴。伊伤心阁无奈讲我的产业已经甲别人结婚啊。过了1年。了后，伊拄着一位真正更较疼伊、更较宽容伊、尊重伊的查甫人。结婚了后，伊也非常的幸福。迄个时才知影，原来上帝予伊的产业是即个，毋是迄个。兄弟姊妹，有时咱对上帝信心无够强，至到无相信上帝为咱备办的是上好的。所以咱求上帝帮助咱，一定爱相信。上帝予你的一定上好的，这个眼光是指高升加什么？加卓越，卓越就是优秀杰出，超出一切。所以当咱对上帝有信心，上帝对伫咱的生命的每一个层面会点名提升咱，互咱会当优秀杰出，超出一般。兴旺个。兴盛，就像上帝兴起但以理来影响并管理巴比伦的王宫，所以咱就要遵守做大，凡事按照真理来行，上帝就互咱高升甲卓越，并且照着咱的性命来显明上帝的荣耀。这是第4节，第5节。上帝上去有话的声对伊，耶和华上去有号头的声对伊。话的声，就指即个喜乐的喊话，并且有号头的声伫遐三随。百姓一直看着上帝上去，因的目睭就对地面一直看天面。
当咱的眼光若只甲咧看地面的时，就会看到一堆什么困难围围伫咱。所以当咱目睭离开这个地面向上看上帝的时，咱就会看见咱就会看见真正有的喜乐甲愿望，自然就得胜的信心甲快乐。所以当咱目睭对地面这个困难，转看到会当为着咱解决种种困难的上帝时，咱的心情就会对这个失望、忧郁、恐慌的中间行出来，变成做充满愿望的信心。咱只试想看卖，伫你的生命的路程中，捌有几摆这种的经验的？请问，你伫看上帝，也是伫看你家己的困难呢？第6节甲第7节，你着唱歌阿罗上帝，着唱歌阿罗，用歌阿罗咱的主，着唱歌阿罗，因为上帝是全地王，着用智慧唱歌阿罗伊。伫这2节中间出现5摆是啥物？阿罗，诗人只甲咱讲，着爱阿罗。都要学咯，尤其咱心情郁卒，即个烦躁，郁卒安尼闷闷不乐的时咱去甲安怎爱唱歌学咯上帝。有一牧师安尼甲咱讲，喙开，你的心就安怎？你的心就开，心开，上帝心就安怎？就会入来伫你的心目中。当你开始学咯的时，你的眼光就安怎？对转向上帝，原来敬拜会为咱带来喜乐，因为咱的焦点，那伫上帝身上，就会用伊的喜乐油，伊就会用伊的喜乐油灌压伫咱，就是上天的平安充满咱，反正无搁再担心，搁再惊吓，搁再软呢。遐姊妹，咱爱会记哩，敬拜会为咱带来喜乐，因此当咱心情无好的时，咱来试看卖。你放几首学乐的诗歌，同齐直接来敬拜，这会帮助咱将这个焦点转向这个高升宝座顶面的上帝。忧郁的心就安怎？就伫遐被拍开，喜乐的灵就会当入来，你会当举起头求圣神帮助咱，时时仰望这位高升宝座顶面的上帝，仰望伊，领受伊最大的帮助。第8节甲第9节，上帝最王伫你万国，上帝坐伫伊圣的宝座，列邦的贵族，组织要做阿伯拉罕的上帝的百姓，因为世界的盾牌是属于上帝。伊是极权，兄姊妹，这个世界的政权更加强、更加伟大，总是会过去的一日。所以但以理只记载，尼布甲尼撒王为巴比伦帝国建立了一个那像固若金汤非常的非常的坚固、非常的强盛的一个城市，不但将城市建立伫幼发底河的顶面，搁伫城市的中间积住了20年的食面，无拍算。这70年的中间，就被波斯马代帝国伫甲反转、甲接收啊。地面上的国度，咱拢知影拢是有限的，并且是会被替换的。咱单单看台湾400年的历史，都捌受到几个政权伫来接管过。无论什么人伫来掌权，也是做总统，百姓日子总是若是爱过，咱拢期待当好好过，对吧？过了好，这是咱每一人的期待。所以使徒保罗讲，爱为着上位者祝福祈祷。求上帝赐予因有一粒敬神疼人、
谦卑有智慧的心。即咱为着百姓伫遐来多无福利，互咱会当安居乐业。牧师常常为着咱为着我有生之年啊，无拄着什么战争，伫遮来感谢上帝。其实咱的下一代世世代代拢莫拄着，因为这是极大的恩典，是上帝对咱的怜悯。假设伫上位者，伊若存心骄傲，伫遐欺压百姓，我相信大家也毋通灰心，咱一定爱相信。有一位坐伫即个宝座顶面永远的王，只要保护咱，要保护咱直到永远。兄弟姊妹，咱的安全感这是宁波干的山。兄弟姊妹，咱的安全感是，毋是要起坐伫人的身上，咱的安全感是爱起坐伫即个来自天顶的迄位上帝。其咱有时也会伫人的身上敲碎即个安全感，是毋是需要官兵的肯定？所以咱常常失望，而且咱知影官兵也是有限的。即咱求上帝帮助咱，有坚定的信心，将安全感真正起坐伫全能的主上帝身上，因为伊是永远坐伫宝座顶的大君王，伊会永远会保护咱。亲爱兄弟姊妹，检查伫过去，咱拢想要安那？想要家己安那？咱拢想要家己当家做主哈。咱拢真常讲，哇，用我家己做中心，用我家己安怎安怎？其实我伫学校的中间哦，其实拄着足侪人，拢是安尼，拢是为了家己，为了家己想的利益，家己想的想要去夺无这一切。但是大部分拢是安那，互人失望的。所以咱家己来凭着家己，咱的自信，我们咱凭着家己的聪明智慧、认真努力，必定会当互咱拥有一个美好的人生。总是咱会知影生命中，总是有侪互咱无法度掌握的，即个无确定性，有侪的失败经验，比较互咱会灰心，要侪烦恼，互咱会头毛白，也理袂清。所以今日咱感谢上帝，通过今日的圣经节这段经文，互咱再一摆来问咱家己，咱还是讲我愿意互上帝伫咱的生命中做王嘛？如果咱想要家己做王，咱会当掌控到什么款的程度咧？咱是毋是咱靠咱家己，就会当安那好好的活出真正有意义、有价值的美好人生嘛？如果我若愿意互上帝做王，那你我要如何才会当活出上帝做王的生活呢？我的人生是毋是因为上帝做王，你活得更加充实、更加精彩的？兄弟姊妹，咱都要求上帝帮助咱。咱伫遮面对环境的侪无确定性，咱的心是毋是会当因有上帝做王，你有十足的这种安全感，无过头的什么担忧咧？靠着迄个教我气力的主耶稣，咱是袂当平静安稳的活出充实喜乐、充满了大权能的个人生呢？这是咱每一个基督徒伫咱的生命中，伫咱的人命内面，咱都要伫遮好好来思考，咱甲咱的上帝中间的关系。咱来相信伊，依靠伊，完全摆立伫伊的身上，伊就要真正互咱得到安居乐业，因为伊是咱的王，咱的主，创造万物的上帝。起来，咱会当甲这位万冠的主上帝，伫遐有更加亲密的结合，领受伊最大的福分。咱三同心来祈祷。主啊，上帝，我感谢你，我一摆对你的话伫遮三甲10。
祝阮伫遮感谢阮对你的怜悯，有时无够额会清楚，无够额完全会认知。做可能下面阮才会无够，再一摆迫切，互阮伫遮来敲吹追求，更加来认识你。因阮是一个卑微小看的人，软弱的人性，无完全的人。阮遮来敲吹这位完全美妙、全能永远的上帝，对阮来讲实在不配。这上帝你家己降服降落伫这个地面上，为了咱人类的需要，诚做人，诚做人的样式，甲阮共样，诚做阮的兄弟，诚做阮的朋友，诚做阮伫生命中会当更加明白、超吹的人物。主，阮伫遮感谢你，也透过这个人物，阮领受你大大的救恩甲救赎。当今阮因为相信、了解人物，你这诚做人的样式，阮伫遮会当因为你的名耶稣，阮伫遮悔改认罪，来到你的面前，领受你救赎的恩典，对当阮甲上帝来更较亲密的人物甲契合。追求甲人物，互咱更加更亲，甲上帝建立更加好的关系。主，阮感谢你。但是可能你也祝福伫阮兄弟姊妹，这种更亲的人物，无伫阮的生命中生活来，更加来领受上帝你今日所伫遮勉励阮的，你要互阮得到安居乐业，就是因为阮伫遮真正完全的相信甲倚靠。主，可能你会当互阮全然信靠你，认捌你。搁一摆伫即个真理的追求甲超侪人物中，更加更亲的晓悟你。搁一摆伫你面前，可能你甲阮三个伫地，阮安尼祈祷，拢是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